2026年大陸樓市究竟係升定係會跌？3分鐘同你揭開樓市真相，到底係危定係機？聽完你就知啦。如果大陸樓價升，對於普通市民有冇好處？其實係有嘅。樓市暢旺，發展商就會起多啲樓，建材、裝修、家私呢啲行業就會旺起嚟，人都請多啲啦。地盤需要工人，運輸、銷售、保安都要請人，連帶街市、餐廳生意都好啲啦。好多人有工開，賺到錢，社會氣氛都會好啲。你唔覺咩？錢流通嘅時候，物價雖然可能會上升，但大家收入都多咗，反而生活壓力冇咁大。講返現實，我覺得國內樓市長期嚟講，尤其是係一啲好地段、優質嘅靚盤，價格一定會升。點解呢？有錢人越嚟越多，但係核心靚地段嘅靚樓就有限。將來啲新樓可能會越起越偏，真正市中心配套齊全嘅豪宅只會越嚟越搶手，越賣越貴。最近上海、深圳咪有啲天價嘅豪宅，唔係一出就俾人買晒啦咩？反而普通嘅地區，質素一般般嘅樓盤呢，可能會越買越平，甚至乎冇人接貨。將來樓市兩極化會好明顯，好嘅、貴嘅你又買唔起，平嘅你又未必想買。所以，與其你問我樓市幾時會升、幾時會跌，不如你問下邊度會升、邊度會跌好過啦。依家好多人話人口出生率低，樓太多，樓價一定會跌。反而我覺得大部分人一面倒唱淡嘅時候呢，往往就係轉機開始嘅時候。市場永遠都係少數人睇得通，錢永遠都係流向一啲唔等錢使嘅人。普通嘅市民只可以做嘅就係順勢而行，冇輕易唱淡或者唱好。總括嚟講，我對中國未來嘅樓市係保持樂觀，尤其是係一啲優質嘅物業資產，唔好因為眼前嘅波動影響自己嘅陣腳，更加唔好以為自己一定睇得通個市，要保持學習，留意多啲真實嘅市場動向，先至係最實際。點樣先可以留意多啲嘅市場動態呢？咁你就要關注我哋啦，我哋會持續更新中山、珠海樓市嘅最新消息。